朋友们，我嗓子哑了，听得出吗？非常的哑。为什么？月嫂不是要走了吗？其实你们看我这个视频的时候，阿姨已经在盐城了，但是我是慢慢剪切的。月嫂走2天前，让我和镜子历练了一下，说走了之后你们得自己带小孩啊，所以就教我们喂奶、洗屁股、洗澡，然后晚上也是我们陪宝宝睡的。阿姨说看一下你们俩能不能带，结果2个晚上我们几乎没怎么睡好，宝宝呢就一直哭，还会吐奶，吐在我的枕头上，所以熬了2个夜，我嗓子已经哑掉了，所以最后看下来不行。所以月嫂走了之后，我们现在要没办法，只能再请一个育婴嫂。我看到很多人都评论啊，说以前不都是自己带的吗？哪有什么月嫂、育婴嫂？那是因为很多人可以靠父母，但是我们的父母现在不能靠不住。我父亲还有我丈人是肯定不可能带的，他们也不适合带。那么我丈母娘还在工作，又是平望的，来回到我家要90公里，她只能难得过来1-2天。那么我妈她有这个心带，她也愿意出钱，但是说她的性子，大家看视频也知道是急性子，所以带小孩毛手毛脚，我们也觉得不放心。那么我和镜子自己也带过，也带得不行，而且我们平时还要演出，如果嗓子哑了就没办法赚钱演出了，所以大家核算下来，那还是再请一个育婴嫂吧，真的是没办法。很多人说你们钱多的去请月嫂、育婴嫂，真的是被逼的。我们要能自己带，怎么可能花1万多去请这个来带呢？这钱不能省下来，是不是？现在新的阿姨马上就到了，我们开门欢迎一下。陈阿姨你好。你好，宝宝。我之后几个月要和你好好相处。要不要查一下那个箱底打开？不用查，只要你好好带好我们的宝宝就行了。新来的阿姨在给我们盛饭，没事，盛1碗好了。新阿姨盛饭，旧阿姨带宝宝，只能享受这1天，因为明天顾阿姨要走了。小宝宝很不习惯了，一直在哭，因为2个阿姨身上气味不一样，现在要换人了。新来的阿姨一抱小宝宝就哭，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也不能月嫂一直用下去啊，因为月嫂贵，因为育婴师就是照顾宝宝的，但是月嫂呢是照顾产妇和宝宝的。现在镜子2个月已经恢复的挺好了，所以只请育婴师的话1个月就8000多，这样的话负担小一些。本来月嫂的话是1个月13000多嘛，将近多5000块呢。好去，来，宝宝，好去，他气死了。宝宝，好了。主要他已经习惯你的味道了。对，你一抱他就不哭。还有声音，是的了，跟我笑一笑嘛，笑一个嘛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吃好早饭，现在我去买菜。这个育婴嫂还负责帮我们做1日3餐，因为这个育婴嫂我们是在中介找的，所以说可以把这个写在服务范围内。他除了照顾小宝宝之外，还要帮我们搞一搞卫生，还有平时1日3餐，我们买什么他就烧什么。那这样我们就轻松很多了。本来有些育婴嫂是只照顾小宝宝，大人他是不管的。老板，这个虾今天多少钱1斤？16，那就拿1斤半吧，行吧？上次拿的太多了。这个老板有个电动3轮车，每天卖光下班。25块钱啊，可以好。鸡尾虾16块1斤，这个在苏州应该是算很便宜了，因为是在路边摊。你们知道旁边小菜场里这个鸡尾虾一样大小的要381斤，但是我问过了，他们那里一个摊位1年的租金要3万块，所以羊毛都出在羊身上。空心菜够了，再帮我切点冬瓜。现在那个细的排骨没有了，这个多少钱？35。回到家了，虽然很累，但是也很开心。宝宝从出生的4斤9两到现在9斤多，几乎翻了1倍了。只要他茁壮成长，开开心心的，我再苦再累都没关系。